早清早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2月初5，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总统大选，那总统参选人是焦点，副手的动态嘛是引起各界关心。民众党吴欣盈昨是坐飞机去杜拜，伊要去参加联合国的气候峰会，伊是表示，这个行程10月份就已经安排好势啊。也那国民党的赵少康昨是批评执政党能源政策和世界趋势颠倒摆。也那针对国籍的争议，民进党萧美琴表示，伊无放弃过中华民国的国籍，所以嘛无恢复的问题。也那内政部即嘛表示，经过调查，3组计共6个人的参选资格拢下规定。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吴欣盈初次暗时去杜拜参加联合国气候峰会。个人局人员表示，会安排随行人员，不过无方便透露实际人数。吴欣盈表示，这摆出国行程是立法院10月都安排好啊。因为这个公文其实在10月的时候，立法院的院长就发了，会是每一个党要求一个委员陪同代表立法院去参加 COP， 同时我这个会期也是卫环委员的召委，所以这本来就在我的行程上面了。大选目标放在能源议题，国民党将副总统参选人高台南关心供电问题。赵少康阁批评执政党照绿电做第二所上的代志，在全世界都认为应该扩充核电的时阵，参加世界潮流是违背。为了把核废掉，天然气增加然后呢，绿电来不及就到处种，所以你为了这个光电的利益，你让渔民的利益损失嘛，他就没有鱼了嘛。为了他自己的那个很荒谬的一个理念然后呢，跟世界潮流刚好背道而驰。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萧美琴最近予人质疑，要放弃国籍个回复，恐惊会失去参选的资格。萧美琴也正面回应。我从来没有放弃过中华民国国籍所以也没有回复的问题。我这个美国籍在2002年就放弃了那手上相关的证明资料文件都有。我选立法委员也选那么多次已经经过考验。针对国籍争议，内政部经查搜寻对象3组6个人的资格，拢符合内政部即种的相关规定。内政部已经会函中选会，照定书中选会今仔日会审议6个将副总统候选人的资格，审议了后会马上对外说明。记者综合报道。总统大选，各党的参选人即马拢在拼选举。民进党赖清德昨是去台北网甲青山宫参加示警活动，伊表示伊要学新明的精神，守护台湾，对抗中国武力的威胁。也那民众党郭文哲是去平湖造势，也那国民党侯友宜是透过影片回想1998年，伊和副手赵少康头一届合作，就是处理全台湾头一桩公车劫持的事件。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呼声叫参加台北网甲青山宫绕境活动，甲民众博感情。伊致辞时表示，青山宫团168年香火正兴，被叫做网甲大伯伯青山王暗风绕境甲大龙帮保安宫大道宫出巡，大稻城写海城风祭典，并称台北市3大庙会活动，拢是国家无形文化资产，也为家己甲党内立委参选人邮票。台湾关键的时刻，我嘛真希望会当学习咱民安尊荣的精神，和吴佩益委员甲民进党共同拍拼，咱来保护台湾的安全，来抵抗中国武力的威胁。3拜，相敬上。去平湖河西天后宫拜拜，成为平湖竞赛民众党郭文宪登记参选了后第一摆去离岛平湖吹票，除了去庙开讲，也设立竞选总部，以点出在地主要交通、长照甲医疗3大问题。佮表示长照硬体应该由国家来设。其实医疗应该要整合来，我觉得那个医院太分散了。整合起来会有比较才有办法维持那种比较高科技的医疗。那另外一个长照，你知道，其实当年前瞻计划，你知道，如果重来一遍，应该是这种。该设的硬体应该国家来设立。透过影像，国民党侯友宜甲副手赵少康上去第一摆拄到是伫1998年共同处理全台第一件公车劫持事件。侯友宜表示，若是当选，会伫行政院层级推动国民心理健康计划，也会优化年轻族群心理健康支持方案。我们一直注重生理的变，忘了心理的变。不要把它当成你自己什么精神科、精神有问题。高那个名称你不要去排斥，你就要记，你心理上有一些
过程的当中，你发现你烦躁不安啊，发现你有躁郁啊，发现你有什么状况，你就要寻求协助。侯友宜定也表示，今年行政院对15岁到30岁提供心理咨询服务，不过制度式一人补助3摆费用是无符合现况，每一个人所需要辅导情形无同。未来要伫各大专院校增加更较侪专业辅导人，也伫社区偏远地区提供充足的资源。记者综合报道。也那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晓雅昨昏是去台发表年尾的政策演说，伊的主题是网络攻击甲资讯操作对民主制度的挑战。孙晓雅是表示，美国和台湾拢正关心假消息对民主选举的危害，因为美国和台湾伫明年拢要进行总统大选。伊嘛表示，支持台湾的选民透过选举由民主来决定后一任的总统是谁，未受任何外部的干涉。伊嘛强调，美国的立场是，无论谁执政，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拢未改变。Good afternoon. 午安，大家好。用中文甲台视先问好 ，AIT 处长孙晓雅伊的年终政策演讲，即届入去校园，主题伫讲民主制度面临的一大挑战，网络攻击甲资讯操作。伊讲美国甲台湾拢正关心假消息对民主选举的危害，因为双方拢伫2024有大选。I want to emphasiz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deep confidence in Taiwan's electoral processes and democratic system. We believe it is for the Taiwan voters to decide their next leader, free from outside interference. And as I have said many times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taking sides in Taiwan's election. We do not have a preferred candidate and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whichever leaders Taiwan voters elect. 孙晓雅讲，美方立场无偏向特定的参选人 ，AIT 特别邀请那日白沙阵营的幕僚出席，搁再声明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正坚定，对台政策维持无变。伫驻台2年外的时间，孙晓雅讲，伊搁再感受台湾的美好。The place that Taiwan is right now is a place that most of the world really would, if they knew more about it, would really envy. The message that I have, particularly to the students, compared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you live in a great place. Here's my phone. This is a U.S. government-provided phone. I've never been able to put TikTok on it. It doesn't provide the sort of information security, information assurance that the U.S. government is comfortable with. 互人问到美国国会立法禁止政府部门设备装 TikTok 伊的看法，孙晓雅当场摕家己手机讲资安的重要性。孙晓雅嘛点出网络安全是 AIT 首要的战略目标之一，台湾是值得信赖友伴，双方会继续密切合作。记者综合报道。伫一个面色未足。天气报你知，今仔日低压带也有锋面离开，所以咱台湾各地雨水会较停。咱同齐来看天气。虽讲锋面离开啊，毋过今仔日东北季风有小可增强。伫这方面呢，基隆北海岸东半部也是有局部地渐雨。也若中南部伫今仔日是有机会会当看到日头。也毋过真紧，伫明仔拜三水气会阁增加，落雨范围嘛会变较快，而且风嘛较粗。温度的方面，今仔日北部同款是感觉湿湿冷冷的天气，温度是18度至21度，东半部20度至26度，中南部是18度至29度。嘛要提醒中南部的乡亲，日时暗时的温差真大，所以早暗一定要会记哩晒衫。也若受方面的影响，即马关山天气是无啥稳定。主本是就是讲，昨昏雨水高，温度低，有机会会当落雪，啊毋过无。虽讲玉山户外温度是零下1.8度，啊毋过环境条件无好，所以无落雪。未来最近讲，虽讲有水汽会增加，啊毋过山顶的温度已经无遐低啊，所以若是要等关山落雪，可能该等一时啊。远远望去，规片白茫茫，规个景致有一种迷茫的美感。这是玉山，因为风面的影响，为初三暗时到初四早起，落阵阵的蒙蒙啊雨。虽然户外温度上低降到摄氏-1.8度，毋过也因为大环境的条件也无够，玉山气象站在内的山拢搭伫白茫茫的白雾墙内底。今天的天气没有那么冷，本来想说会结霜或结冰的状况，结果今天好像也没有，早上就开始起雾了，因为天气不好。受到华南分河区方面伫台湾附近形成的影响，全台湾各地拢有落雨机会，尤其是中部以北依然落雨情形会真明显。气象署表示，初五水汽小可减少，温度降低，到初六水汽才会阁增加，一直到初七大气才会转做较大的天气。
礼拜四一直到周末这一段时间，台湾只有在东半部会有一些比较零星的迎风面降雨。若是刷来几天，关山敢有机会落雪？气象专家是讲，虽然水汽有增加，不过因为关山温度无配合真好，所以落雪机会较低。那关山的道路日头照无到的路面，可能要注意结冰的现象会出现。超过2500公尺以上的高山，温度可能也会有机会会降到接近冰点所以可能要留意高山路段背阳面容易出现路面结冰的状况。另外，气象署嘛公布，全台湾1月上冷的所在排第一名是新北淡水15度4，因为晚近台湾海峡地势较平，无法度闪冷风。第二名是新竹15度7，也是定定县东北季风的家人嘛排伫第3名。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高雄大南部附近6个里，互炼油厂、发电厂、钢铁厂甲货柜中心才重工业包围。这民众长期是生活伫空气污染甲重工业区内底。政府有要启动清川的计划，行政院伫昨昏已经正式核定高雄大南部清川案，800亿的安置经费，大约会有2万人，未来封锁到13公里外的所在去住。来关心中国时报，美金无力，加上市场压度，讲美国的联准会明年初有可能会降利息，造成黄金的继续起。昨昏黄金每盎司是超过2100块美金，创下历史新高。比特币嘛起到41800块美金，嘛创下去年5月份以来新高。继续关心联合报，疫情指挥中心改变了后，即马各病院当新冠的整合门诊，顶个月底嘛陆续拢收起来啊。患者后摆是恢复到一般的门诊甲科别去，互医生看。健保署是表示讲，患者一般拢是5大症头，拢是肺部、气管的疾病，也是扫呼吸无正常，才会较济。也若病尾内底脑雾上恶医，会出现记忆歹、精神无法度集中，才症头。继续赶快关心健康，这是检测阿兹海默症的技术，即马有新的进展。这是咱中兴大学和台中营总即马有合作，研发出一款电子元件，只需要一滴血2分钟的时间，就会当检查出敢有阿兹海默症。台中的营总是认为讲，未来这会当应用伫偏乡的医疗，抑个地方的卫生所，互当地会当量早发现、量早治疗。甲一滴血样本滴伫咧一片甲随身碟白大的电子元件顶头，透过电脑分析，2分钟内就会检测敢有得到阿兹海默症。国立中兴大学甲台中营总合作，以半导体摄刻的方式研发出会当检测血内底脑神经损伤分子神经是200氢联浓度的电子元件，准确度有到8成，而且一片的成本只要200块。传统目前大部分就是刚刚提到的 MRI， 就是核磁共振的影像，然后 PET 是正子造影的影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脊椎穿刺的脑脊髓液的取得，然后再去分析里面的蛋白。那我们是从周边血液去做重要的阿兹海默的蛋白检测，这样侵略性对于病人可接受度方面它就有差。传统检测阿兹海默症的方式，使用静止造影扫描较济，一届费用要4万5。阁有辐射线，也是侵入性药折腾器取得脑脊髓液，检测时间要2点钟以上。现代研发的电子元件，目前敢若甲台中营总临床合作，未来会当推广到偏乡卫生所，通检测设备甲时间成本。那如果说可以在血液里面用这个任何的电子元件侦测等等我相信在未来在地区的医院或者是在甚至卫生所，如果可以做这样的检测，有问题的病人再转到医院来做这进一步的检查，我想这个是未来应该是应用最好的一个区域啊。现代强调，阿兹海默症占失智症6-7成的病因，这个研究对脑神经退化性疾病的早期诊断有帮助，而且会当及时介入治疗。成果已经发表伫国际医学期刊，未来希望会当大量生产，甲电子元件成本降到100块左右。记者综合报道。因若有国校的老师，即马伫面册顶头是写讲，因发现讲一款对中国来吸收叫做魔芋爽，即马伫咱台湾学校内底是真时行，囡仔拢真爱食。毋过呢，即款吸收的成分是真复杂，重油佮重咸，对健康有败害。医生嘛表示，遮尔油佮遮尔咸，对肝佮腰子造成负担，而且嘛可能会影响囡仔的学习。
为中国来一款四小魔芋爽，最近伫小学校园正流行。有国小老师伫面册大文章发现，这款四小因为添加物伤济，惊影响学生囡仔健康，禁止食。学生囡仔竟然秘入便所偷食，搁伫营养午餐配饭食。他们会分享，但其实里面有很多可能是我们并不是很清楚的一些添加物，就是会有老师觉得说，这种东西就是建议不要吃，但小朋友还是忍不住，所以可能会到厕所去。就是吃这样的零食。根据魔芋爽外包装写成分是可尼亚菇，佮加真济调味料佮添加物，是侪油侪盐、小花椒、碳水食物。意思是讲，食济会造成肝佮油脂的负担，会影响囡仔定性佮学习。如果有塑化剂的污染的话，就怕会有那种造成小孩子发展会受影响啊，或者有一些提早的性早熟的现象啊。如果有一些那一种添加化学的成分的话，就怕对肝肾会造成伤害。林静如是讲，魔芋爽这种四小是目前小学生真普遍的现象，食落腹肚恐惊比菜头刀更加危险。呼吁学校甲家长爱重视，共同守护学生囡仔健康。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热带气旋米冲，即马是造成印度的南部透强风落大雨，按算会今仔日早起会登陆，也毋过伫还未登陆，当地已经有造成5个人死亡。也若伫印度南部的大城市，即马已经有真侪社区拢互水淹去啊。目前印度南部沿海嘛已经有7000人撤离。请浸水袂叮当稻树连滚板起热带气旋米仓，扫过印度南部较低地区的坦米尔纳都邦、安德拉邦居民被命令撤离。气象官员已经向部分地区啊学校发出红色警报，至少4个地区学校甲银行初4、初52天关起来。南部大城青海真侪社区被大水淹去，青格尔帕图一块壁倒去，有人死亡。Heavy water stacked on the road. We are not able to go and purchase something like that, and it's a problem. We are facing a very long problem here. 印度上坡型的机场之一，青南机场测试因为跑道淹水关起来，米仓风速上悬，每点钟110公里。过去24点钟，带来强风暴雨，河中局发布大雨大风警报。Many places recorded heavy to very heavy, and 1 or 2 places extremely heavy rainfall also occurred. 青南加州边地区是国际主要电子大厂制作中心，即使红海测试暂停控告 iPhone 手机的生产。路透社报道，南部沿海地区已经将近7000人撤离，预计气旋路线甲严重程度可能会撤离2.1万人。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印度咧做风台，阿那格罗水西伯利亚温度是降真济。部分所在气温是降到零下56度，这是创下当地史上的新低。这款天气预报讲，这款暴风雪会一直继续。若暗时温度搁较低，是零下60度。首都密苏科嘛落暴风雪，即马有的所在积雪已经超过35公分。臭雪车来来回回清扫积雪，路边蹲满高高的雪。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车沙路暴雪，直至落雪量该社会178年开始观测以来新高，短短12点钟就超过11毫米。大部分地区积雪超过35公分，部分地区各有40公分高。Я вспоминаю, столько много снега. 50 лет тому назад я родила сына. В этом году ему 50 лет, вот вчера исполнилось. Естественно, хотелось бы, чтобы техника наша работала чуть-чуть получше, очищали улицу чуть-чуть получше. Но в целом все равно снежок нас радует. 气象学家指出，拜节落雪是因为欧洲南部顶礼拜形成的强烈气旋所致使，受强风影响。莫斯科当局发布伽马色警报，会继续到拜日早起。莫斯科三大主要机场至少有54个航班延误，5个航班被迫取消。俄罗斯最近天气真寒，西伯利亚地区气温落到零下50度，东北部川纳、奥伊米亚康各是降到零下56度，创下当地纪录。有民众表示，骑车搁比单车较温暖。Намного теплее, чем стоять на остановке, это во-первых. Ну и во-вторых, заменяет физкультуру, зарядку утреннюю. 雅库茨克是萨哈共和国首府，伫莫斯科以东5000公里，全境拢是运动图。这几年因为气候变化，已经真少出现安尼零下50度的气温。不过气象学家表示，雅库茨克的气温可能继续到这周末，附近马加丹地区未来几天也可能有同款的气温。国际新闻陈伟珍报道。
2019年时，香港反送中运动，有侪学运领袖带头抗议香港政府打压民主自由，这阵头人真侪拢受中国甲香港的打压，将香港众志的副秘书长周庭昨昏伊就刊文章讲，伊家己反省一世人拢袂阁回去香港啊。方叫做香港民主女神的前香港政治核心成员周庭，12月23日27岁生日迄天，伫社群网站宣布，经过慎重考虑了后，大概一世人拢袂回去。周庭表示，伊目前当伫加拿大一间大学读册，依照国安法，周庭需要伫12月底第一站回去香港向警方报到。不过经过考虑，包括香港局势自身安全、生理加心理健康状况，决定唔回去香港。周庭伫2009年11月23因为香港律政司指控伫2019年6月2日包围香港警察总部一案，犯下煽动他人参与无经过批准的集结，组织无经过批准的集会，甲明知影所参与无经过批准的集会等罪名，互判入獄。我亦都有可能係喺今日或者係不久嘅將來，係有一個可能性係要面對我人生第一次坐監。當然，我對好多未知嘅未來，包括係嚟緊嘅判決，會有好多唔同嘅不安。但希望大家唔好忘記，就係有好多或者比我哋犧牲得更加多嘅手足們、朋友們。周庭也講判刑10個月，以即賣標準來講是真體系。就算是安尼，監禁期間一直真驚家己無法度出家幸運的，會當伫2021年6月離開監獄。因過心中的驚嚇甲不安一直攏無消息。伊伫2021年6月放放出來了後，真少對話公開露面，閣較無佇社群媒體出現，外界對伊佇香港的動向攏唔知影。周庭稱真家己伫香港因為受到國安法的打壓，得到焦慮症、驚嚇症，創傷了後壓力症甲憂鬱症。指出這幾年深深感受到面對驚嚇的自由是遮爾可貴的物件。伊強調，當初無唔轉去香港的打算，也毋過當伊來到加拿大安頓了後，才慢慢開始思考，佇做出這擺的決定之前，伊也要12月轉去香港的機票，所以伊並毋是調工計劃要騙國安處。若有這款的講法，絕對是毋對的。對於周庭棄保流亡加拿大，香港警方強烈譴責，無按時向警方報道是公然挑戰法紀的無負責行為，同時呼籲當事人趕緊打檔啊，唔通選擇行一條不歸的路，一世人判盜犯的罪名。公視新聞新樂報編譯。伊朗支持的也門反抗軍青年運動這個組織，最近是小電線去攻擊商船甲貨輪。在當地時間12月23，青年運動舉用飛彈甲無人機去拍2隻以色列的船隻。美國國防部是證實講，美國嘅驅逐艦卡尼號有去甲解救，嘛有甲3隻無人機甲擊落來。規系列的攻擊行動嘛代表以下衝突，即馬已經唔那是佇加沙地區，嘛已經拖到中東以外所在，即馬對區域嘅穩定。也有全世界的貿易已經造成影響。結束休戰了後，以色列軍隊恢復對武裝組織哈馬斯攻擊，由伊朗抱起也門反抗軍青年運動，也在當地初三，佫一擺攻擊經過紅海海峽外籍商船，佫講攻擊的攏是以色列船隻。نفذت القوات البحرية في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عون الله تعالى صباح يومنا هذا عملية استهداف لسفينتين إسرائيليتين في باب المندب。曼德海峡是連接紅海甲亞丁灣的戰略水道。青年運動表示，攻擊的團結探索號甲9號商船，因為無被插，青年運動發出警告信息，所以分別用飛彈甲無人機進行攻擊。美國國防部表示，有3隻商船總共遭到400攻擊。掛巴哈馬國旗的英國貨船團結探索號發出求信號了後，喺附近巡邏美國驅逐艦卡尼號馬上趕去現場，前後拍到3隻無人機。另外，遭到攻擊2隻貨船是掛巴拿馬國旗的9號甲索菲茲號貨船。נורו טילים לעבר שתי ספינות סוחר ללא קשר למדינת ישראל. אני חוזר עוד פעם שיהיה ברור. ללא שום קשר למדינת ישראל. ספינה אחת נפגעה באופן משמעותי והיא נמצאת במצוקה עם ככל הנראה סכנת תביעה.
青年运动表示，会阁针对以色列船只继续攻击行动，一直到以色列停止对加沙的攻击行为。过路商船一直遭到攻击，也和红海航运面临威胁明显欠悬。青年运动11月19发走日本商船了后，经过日本政府透过中间国家交涉也表态，真可能会伫这几天之内放出船顶的船员。公司新闻陈时东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做伙来看世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组织哈马斯休战结束了后，以色列的军方即马佫开放轰炸加沙走廊。巴勒斯坦的官方媒体对外表示，以色列是拍2打收容难民的学校，造成上无佫有50个人死亡。加沙走廊的卫生部门嘛对外表示，休战以来已经有16000个巴勒斯坦人互以色列拍死。来关心俄乌战争已经拍要2冬，也未结束。即马有一个捌摕过普利兹奖的驻青记者赫西，伊即马对外亚讲，伊讲两边的军方高层其实最近当地秘密讲好，也毋过乌克兰有对外回回讲，因一定会坚持落去。来关心印尼，正一间新闻媒体最近是和中国的官方媒体有签合作的协议，要来共同分享新闻内容，卖甲中国官方媒体甲派驻伫当地大使馆的一寡文章，刊伫印尼的媒体顶悬。也毋过即马印尼的独立智库认为讲安尼做会造成印尼媒体正做北京的宣传工具，讲一寡中国的好听话，甚至可能会影响印尼明年的总统大选。镜头转来，咱过来关心司法官学院爆出性骚扰风波，有2个查甫学员小连续防指控讲，伫上课的时，无就是伫外口聚会食饭的时，挑故意和查某学员有身体上的接触。虽然目前是无人出来申诉，也毋过学校这边经过内部的调查，已经甲这2人品德的成绩拍无及格，上严重2个人会互退训。甲司法高层作为翕相开业典礼开始，司法官学院今年8月底迎接第64期学员，受训才过几个月，即马煞有准司法官牵涉到性骚扰。就是有发现有一些行为不当的部分，我们认为是不太好的行为啦，所以我们开完会之后，我们认为就是评定他学士品德成绩不及格嘛。2个查甫学员有性骚扰风波，少年沙龙指控为课堂到出外用餐，对真济个女学员故意身体接触，好亲像趁酒意，甲人满惊价。经过内部调查，司法官学院评定2个人品德学习无及格，听候司法官训练委员会审议，也甲部分会核定，相当可能会面临退训处分。毋过被害学员到即马拢无提出申诉。他是不是有一个很友善的氛围，可以让申诉人或是被害人，他是敢于去反映说他们面对的不友善的情况，这个是司法文学院也可能要非常注意的事情。以前嘛发生一个细汉的学员，酒后嘛警察成绩互人评定无及格，主动申请离婚。出代志的准司法官是成为法官甲检察官最后的一里路，品德操守拢互人特别注意，因为行为无准则好，正好前途拢乌有去。司法官学院是分发前最后一个风扇，最好管控，才当避免出现真恶质的司法官。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小港分局有2个警察接到民众报案了后，赶紧赶到报案民众的徛家。报案原因是这个报案人讲，因兜无愿意借伊的朋友住，所以赶紧报警察来处理。想袂到这个朋友见小灯上去，专拿刀啊攻击警察，地属警察的手骨头也个面拢有受伤，流血流地，加在是无生命的危险。尾安尼，这个嫌犯互警方压制，马上移送法办。人家就现在就是不要卖单啊，人家现在就是没有要让你住了。2名员警接到报案了后，前往辖区一间徛家，厝内空间真矮，地形员警伫咧头前，红绳员警伫咧后边警戒，男子不断讲话来口舌，员警想要甲人压制，所以互对方揢米钢刀，卫生烈手啊告面。你不要激动，上星激动好，那你不要激动，你不要激动。员警向警局送医，男子嘛伫咧支援的警察赶到了后，互压制。小港分局表示，现场员警拢是2个人一组，身上拢有血清，但现场空间敢会当容纳1名员警入去，加上男子头藏米钢刀，员警才会伫咧压制对方的时阵互围伤。房间空间狭小，何显一时情绪失控，与赵岩发生拉扯，
在于拉扯过程中，持自有小型美工刀朝赵远来攻击。警方表示，男子本来伫朋友这个所在咧借大，因为对方无要搁借，画面双方面冤家，才由朋友报警处理。却伫个冤警来苦劝伊离开的过程，揢刀来攻击着冤警，将会以杀人未遂，还佫妨害公务等罪嫌，移送予高雄地检署侦办。记者王刘婷、陈显坤报道。宜兰警政署是发现讲，宜兰县内警察局内底那亲像有警察和不法的分子在往来泄露个人资料。昨昏是到宜兰县内警察局伫交通队，也阁有一个侦查队顶头，加一个姓刘的警察，加一个姓区的小队长带走，送检方去侦办。两个人问话了后，拢一个以5万块，一个以3万块交保。本案是警政署侦办案件时发现疑似有本局员警与不法分子交往过从甚密是否有泄露个资的情事，所以报请这个宜兰地检署检察官指挥警政署督察室、政风室及本局督察科组成专案小组，共同侦办。根据了解，这个姓刘警察甲这个姓区的小队长两个人捌做过同事，两个人亲像是违法去查个人资料了后，甲个人资料泄露出去。昨在警政署是分两路去敲毛去看因两个人的手机啊甲电脑，询问了后是交予宜兰地检署侦办。宜兰的检方询问了后，一个以5万块，一个以3万块交保。那检方是表示，因为调查过程无公开，所以无对外进一步去说明案情。因那伫12月初3半暝的时阵，国道1号上北的97.5公里的所在，发现有3支大棍骨。这3支大棍骨全落伫3座车路顶头，造成43台车受损害。警方调查了后，发现讲是一台货车顶头对这台货车顶头落落来的。因那到目前为止，伫高速公路顶头有物件落来，通报案件已经有上千件。车经过高速公路行车记录器翕到，驾驶看到车道有落落来的 H 型杠娘，完全袂符反应，闪袂符的弄到，结果少年煞造成43台车体胎压受损。全案共造成43辆车损，所幸无人受伤。本大队业已调阅该路段沿途之高工局 CCTV 及远通 E-TAG 门架影像，积极追查肇事车辆到案。代志发生伫初时透早环境40分，国道1号北向97.5公里的所在，现场有3台车分别驶入3条 H 型杠娘。警方表示，已经调阅高工局 CCTV 甲远通 E-TAG 影像。积极追查肇事车辆到案，除了依规定这段执法，若有涉嫌公共危险罪责，会依事情函送地检署侦办。高速公路装载货物掉落致肇事，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第1项第2款规定，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款。今年到目前为止，国道就发生9000件落物件事件，8月发生大铁片落落来，讲喙车辆正边挡风玻璃。10月，阁发生吊车突然散落几底的铁棒，讲到后壁的汽车甲宝头落伫路上，互车辆过过，弹向后壁来车。警方呼吁用路人装载货物，唔通超悬、超快、超长，还是超载。若互人重伤，相当会当处10年徒刑；一旦互人死亡，甚至会当处无期徒刑，还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记者综合报道。其他的消息来关心咱国内诈骗真济，互民众是真野生，所以即马政府有新的措施，就是讲民众若是提供家己的口罩，互诈骗集团去用，安尼呢5年内即个口罩所有自动化交易拢袂使用，而且若是用即个口罩去 ATM 也是网络银行去领钱，一天加敢若会当领1万块尔。本地是按算明年要开始实施，毋过即马有真侪银行不满，银行局即马对外表示会搁加外。会过来讨论，听各界意见。伊叫你来收偌济啦？警方卖河北掠人，诈骗集团的车手、监控手拢被抓，民众若拄到诈骗案件，钱一交出去了，拢你袂带，因为不法集团透过人头口罩，一个一个转销洗钱。伫即马政府搁在出手，自银行口罩加严管制。从执法生效之后，只要有被告诫，他就必须要受到金融账户的限制措施。
伫国内人头户的问题正严重。按照此卖规定，入罪警示考察了，相关的金融交易才会大幅度受限制。政府伫今年6月修法增订，提供人头考察罪。做咩有过讲，虽然防制法相关执法办法，民众若提供考察，经过警方告解了，受告解后的自动化交易，差不多全部拢冻结。未来会有一种叫做经警察机关告诫，会有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个告诫要做什么样的处理？那也都有涉及系统的那个更改啊等等，所以也可能还没有那么定案。而新制度实施本来是无够一个月，不过银行系统敢有法度即时修改，限制考察的范围是毋是扩大到受告解后所有的考察？银行局讲业者有无同的意见，目前这项措施还佫无具体实行的时间。诈骗的问题真多，还佫包括这种收袂完的钓鱼假投资的简讯。NCC 建议，按照手机的型号，会当甲 RCS 即时通讯的功能关起来，以避免受到犯罪集团透过 WiFi 甲行动数据大量发送的骗人的信息。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大伫电视剧《八尺门的辩护人》这出剧内底，司法统一的角色真重要，因为有司法统一，因才有法度会当沟通。其实伫咱台湾新住民也是移工人口已经超过100万人，有当时也嘛拄到劳资的争议，也是需要医疗服务，也是司法的问题等等，这拢需要统一来协助。昨昏伫立法院就有一场公听会，专家建议政府要建立认证，要有统一的制度。伫咧电视剧《八尺门的辩护人》内底，司法统一的角色非常重要，互双方伫无共语言之间会当顺利沟通。根据劳动部的统计，新住民移工等的外国人口伫台湾已经超过100万人。因嘛拄到司法案件、劳资争议、医疗服务等等的议题，这拢需要统一的协助。但是目前备份认证等等，拢是由政府部门也是地方家己办理，无统一的制度。兵团指出，安尼定属统一的专业度无一致，建议政府要建立统一的认证制度。应该有这个认证的办法有这个认证的办法，让他们可以有好的专业的能力跟这个证书。然后还有一个退场机制的问题，必须要让这个素行不良的或者是专业度不足的，有曾经被投诉过的这个通译或者是翻译，有被退场的机制。要统整，倒是可以把这个通译的培训或是机制，可以设想为一个是共同公用的，一个是各部门各部会有各部会专门的。为着要保障新住民的权益，立法院和专家学者甲侪侪政府部门伫拜一召开公听会，兵团针对统一的备份甲认证制度提出侪建议，嘛认为应该要成立专门的单位来负责。于是内政部、警政署跟移民署在做这个，它本身就是司法警察跟准司法警察，这怎么可以去培训司法通译呢？麻烦啊，还是专业的，还是交给专家去做了。公听会当中，包括法务部、警政署等单位，拢表示愿意支持建立统一的统一制度。针对建立专用词资料库这部分，移民署指出，行政院有指示内政部在做，有甲专业的数据领出来，要建立统一的资料库，互相语翻译会当愈顺利。嘛有甲无共专业的费用分出差别，希望制度会当一步一步改进。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屏东的万丹，抑个高雄的美浓是咱全台湾种红豆仔种上济所在。不过今年呢，因为气候反常的关系，10月份抑个咧落大雨，致使今年红豆仔拢是较细丛，嘛无开花。豆芽嘛较细，而且佫有病虫害。按算呢，今年红豆的产量会减6成。一大片红豆田，农民将叶仔变过来，拢无开花，豆芽嘛计较少。原本红豆田应该要生到人的脚头虎遮尔悬，就会当收成。今年美浓农民伫10月将红豆种落，因为气候反常，10月有落雨，温度嘛无共，致使红豆开花少，无法度大种。农民怨叹种愈济赔愈济，今年红豆灾情是有史以来上严重的一年。今年的话是从开始种植到现在的话是最惨的一年。他说40块的话有12000到15000的价钱啊，今年等于说0啊。等于说我们亏掉成本的话，
种植的成本大概要1万块。高雄红豆的产区是美浓甲大寮，今年种植面积大约1000公顷，因为气候影响，面积减少300多公顷，损失大约是3到4成。采市农业部部长甲相关单位到美浓来会勘，是在了解红豆状况，嘛提出相关补助办法，1公顷补助2万8。看起来整个红豆的受损，最主要是以根系为主所造成的生育的不良。那生育不良就会影响到它的开花跟结荚的部分。我们从我们的田间的观测这次的蓟麻它有一个瞬间的一个高峰期，那这个瞬间的高峰期其实都跟天候是有关系的。其实，唔那美浓的红豆，屏东万丹是红豆上大产区，今年嘛出现同款问题，加上有虫害，才会出现今年收无红豆状况。估计全台产量减6成，美浓农民只好重新来产，等待明年继续进行一阶调作。记者钟义辉、邱昭荣高雄报道。那为什么会？宜兰台南菱角鸟生态教育园区，逐年拢会针对菱角鸟的数量来做调查。今年已经是第9档啊，上新的结果出来啊，今年有买哇2900只，有比去年加买280只，创下新纪录。也毋过有农民嘛表示，这几档因为供电咧开发，而且佫有欠水的问题，所以整体数量虽然有增加，也毋过有一寡所在已经看无菱角鸟啊。外口天气小可凉冷，菱角鸟也是出来找找食物。逐当的4月到9月，菱角鸟拢会换新毛，两边的色有黑有白，伊有影行伫咧青景金的田林，城人注目。最近菱角鸟生态教育园区动员大批志工到各区调查今年上新的数量。园区讲今年平去年加279只。拢总有2882只，毋过煞农民指出，近来土地开发加上进光电，反而影响到生态环境。栖地跟光电距离没有很远的地方，有的时候是在菱角田的旁边。就是光电应用几率差不多偌济，以我判断来讲，应该有差不多1成到2成。根据统计，有9成的菱角鸟拢伫咧光电区，主要因为遮有大面积的菱角田。菱角鸟生态教育园区有15公顷大，其中有8公顷是用来种水生植物，用作鸟仔的栖地。园区主任表示，因员工干那6个，要整理遮真正力，加在就要参地检署合作，派人斗3工做伙采收。尤其要白的工嘛无，要采收的工嘛无，因为迄种做专业的，伊的门槛足悬的，所以阮就是希望讲透过安尼，大家会当来支持这个产业，和这个产业会当继续落，安尼菱角鸟才会当继续伫遮生态。今年园内菱角田成长袂歹，估计有9000斤的产量。园区发起买菱角支持菱角鸟的保育行动，因拍算要甲无看到的经费，修缮园内欠点的所在，提供互鸟仔有更较好的休困所在。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咱台湾现代舞蹈的先辈蔡瑞月，伫白色恐怖时期1949年，捌互国民党政府关3年。伊出校了后，有成立舞蹈社，教现代舞，70年来培养真侪人才。基金会长期嘛注心咧推广舞蹈甲人权运动。毋过即马风声讲，基金会的场地明年6月份合约就到期啊，台北市政府要个公开招标。舞者当地跳的，就是台湾现代舞先锋蔡瑞月的代表作《印度之光》。今年是蔡瑞月舞蹈社创立70周年，培养侪人才。蔡瑞月伫白色恐怖时期，1949年捌受政治迫害，互国民党政府关3年。出校了后，成立号名叫做玫瑰组织的舞蹈社教现代舞。伊伫2005年过身，食到84岁。但是这个场地，蔡瑞月文化基金会和台北市府签约合约到明年6月尔，就要搁重新招标委外经营。基金会呼吁市府爱徛伫文化资产永续经营的立场思考。就用委外的，就是等于处理成一般性的闲置空间那样的方式对待一个有历史生态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其实非常感觉到压力，有一种危机感。我们很希望台北市政府能够，就是开始有新的视野、新的古迹政策。基金会认为，照文化资产保护法，应该爱护蔡瑞月的舞蹈精神、历史文物继续留伫这个空间。针对场地经过招标，恐惊换人经营，蔡瑞月的查某孙蔡公代嘛感觉真可惜。但是台北市文化局有关强调依法行政，时间到就是爱个重新招标。我不晓得是给谁啊？
不知道，那就觉得很可惜啊，因为我觉得他们经营得很辛苦啊，也很努力在经营。而且他们已经经营得这么辛苦，应该也不会说希望说就是让人家在后面讲说为什么是底下给他们这样子。那透过公开的程序，其实可以证明他们其实是更适合这个空间的管理这样。1994年，玫瑰高节目因为要开发捷运，险啊去互拆掉。1999年，互市府定做古迹了后，就回收个终结。创水果基金会长期伫遮推广舞蹈和人权运动，这些 NGO 团体嘛共同呼吁台北市府要认真看待这个空间。记者卢尚如、张玉瑞台北报道。印尼的梅拉比火山车山的时大喷发，喷出来的火山khu有3000公尺悬，当阵有75个爬山的民众掉伫内底。目前知影已经有找到11个爬山民众的遗体，也还有12个人下落不明。亲像云同款的火山khu凊甲天边，印尼苏门答腊岛上上湾梅拉比火山拜日下晡向喷发，火山khu喷3000公尺悬。官方马上发出警戒，要求3公里内居民甲游客赶紧撤离。不过根据记录，迄时阵有75岁爬山的人受困山内，当局马上派100多个救援人员去敲找，其中49人顺利脱困，8日各找到3人，不过同时也传出有11人不幸死亡。Tim gabungan sudah berhasil menemukan 3 orang selamat dan 11 orang dalam keadaan Mac Delta dan saat ini lagi proses evakuasi dari puncak ke bawah. Jadi total temuan hari ini。梅拉比火山悬2891公尺，喷发时阵搁咧落雨，有爬山人伫社群媒体抛受困的时阵，全身拢背相片。救援团队目前依然咧查找其他12个失踪的人。听到消息赶来家属，有人目眶含着目屎，为着求看失踪名单，心内依然有一丝的希望。Yang ditunggu anak kakak yang nomor 2. Jadi berangkatnya hari Sabtu. Jadi ya mendakinya jadi lambe turun kayaknya terjebak lalu ketemu sampai sekarang. 救援人员佫指出，脱困人当中有8人紧急送医，其中有人被火山khu烫伤，1人骨折。火山khu不止散落到其他地区，甚至拖到西门答腊第3大都市有吉顶期。当局已经发催暗给民众，佫建议挂护目镜保护目睭。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继续关心联合国气候变迁会议伫杜拜举办，进前讲减碳拢是减二氧化碳，不过即摆有讲到和天然气有关系的价源，以2020年排放的量做标准，按说要伫2030年进前减3成。根据估算，全球的价源排放用国家来排名，中国第一。那平均每一人排放量是美国第一，因为价源被认为是暖化指数高达之一，也是同款分量的气体，价源造成的暖化效果是二氧化碳的21倍，所以被环保人士认为爱严厉监控，各大幅降低项目。Reducing methane emissions by at least 30% in 2030 is totally in line with the global methane pledge, which could avoid over 0.2 degrees centigrade of warming by 2050. 美国想要伫这一回合的气候变迁会议摕到领导地位，各求其他国家，特别是共款属于排放大户的中国。中国答应的同时，也和美国一个完全的拒绝。中国开展甲烷等非二氧化碳气体的控排，不是轻而易举、一朝一夕就能够实现的，需要经过艰苦的长期努力，开展大量基础工作。自然界的价源来源除了咱地、稻产加动物的消化过程，上主要就是石化工业当中的天然气。价源是天然气当中上重要的成分，是火力发电等能源产业一定爱的燃料。在全球能源技术欠悬、带动通货膨胀的时阵，拜登政府极力推动各限制减少价源。在美国国内互共和党镇压看做是打压石化产业。到目前为止，参加联合国所倡议的全球价源减量宣誓只
GMP 的有152个国家，不过除了大部分工业先进国家以外，就美国因讲是排放大户、排放量也真悬的中国、印度拢无参加。伫欧美国家内部能源介绍庆权带动通货膨胀之下，因得到偌济支持，爱国观察。公司新闻期间真朋友。有一个月咧讲阿婆啊生囝真拼，也毋过即马新式技术真进步，非洲的国家乌干达就有一个70岁妇人人破腹生囝，生落来一对双生啊！生产了几工，沙芬娜来到婴仔室探望伊的一对双生仔，看到后生的手抓着家己的手指头啊，伊心中有讲袂出来欢喜，伊直讲这是奇迹。Saya balongo khulu nastuka wanonga vasoko kunkebera ivangathi nyina balongo。来自乌干达的沙芬娜看起来比实际年纪70岁少年。过去因为无囝儿，逢考试时受到救助的查某人，所以决定采用人工受孕的方式，利用关键的卵子，甲破肚的精子3年前先生一个查某囝。顶礼拜3，佮破腹生一对两胞胎。医生表示，沙芬娜虽然第31周早产，也毋过囡仔目前健康状况良好。Is that actually the age is just a number. A young woman can also die from complication of pregnancy, and an old woman, if she's fit, can also survive. 像是科技的进步，互生育突破年纪限制，目前全球上年长生囝纪录的保持人是175岁印度妇女。也毋过考虑到生产风险甲体力健康参未来的照顾养育，多数妇产科医师其实并无鼓励高龄妇产。公司新闻站回应朋友。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有21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是25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是29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是26度。外岛16度至23度。感谢乡亲收看，将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